1蚊去2蚊係好容易啊，1蚊要去1000就好困難。所以喺金錢嘅概念上面，大家要明白一件事，千祈唔好有僥倖嘅心理。如果你係揾開10000蚊一個月嘅朋友，你唔好諗住念幾個咒語去揾到10萬一個月咯。你嘅目標要放喺由10000去到每個月11000，因為我哋唔講靈性學啊，心理學。如果你去打雞血嘅課程，要你講你要宣告揾10000去揾到30000一個月呢，你基於面子係會嗌嘅，因為嗰一刻你欲罷不能，落唔到台嘛。但係你嘅潛意識就會完全俾呢件事打死咗，因為賺錢係講乜嘢㗎？賺錢係講底氣嘅，創造金錢嘅能力係講底氣嘅，與福氣係無關嘅。金錢就同福氣係有關係嘅，所以唔好俾自己設定一個天方夜譚嘅一個實際嘅願望。